喺加拿大生活，大家都想身心健康。當身體不適嘅時候，會唔會因為唔想影響生計而低估咗身體發出嘅信號，錯過咗最好嘅治療嘅時機呢？今日我哋請到身處喺香港天恒外科嘅丁江寧醫生，同我哋講下現代都市人可能會遇上嘅健康問題。其中一個成日會聽到咧就係腎上腺腫瘤啦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 Novella Wealth 加拿大理財生活頻道，我哋係位於 BC 省列治文市嘅一間保險投資及財富管理公司，主要分享專業實用嘅加拿大財務規劃、保險投資、稅務同生活知識嘅影片。如果你對呢啲話題都有興趣，希望你訂閱頻道同埋撳埋個鐘支持我哋。Novella Wealth 加拿大理財生活頻道全新健康系列，由 Kinson 訪問遠喺香港嘅丁江寧醫生，同大家探討幾個都市人生活常見嘅危疾，包括大腸癌、甲狀腺癌、乳癌同腎上腺腫瘤，讓你預防勝於治療，更健康無憂咁享受家國生活。你好，丁醫生。你好。我想問問咧，其實腎上腺腫瘤係咪癌症嚟㗎？腎上腺腫瘤咧，好多時咧，其實咧就揾唔係個病人有症狀去揾到嘅，通常咧都係咧照一啲咧 CT 啊，譬如話 body check 啊，或者因為其他原因照個電腦掃描而揾到嘅。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腎上腺瘤咧，佢係一個個器官啊，個腎上腺係隱藏得好厚嘅，喺我哋嘅後胸腹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個粒嘢咧，除非係大到10幾 cm， 如果唔係咧，其實通常就冇症狀嘅。咁腎上腺瘤裏邊咧，我哋就分3大類啦。第一類咧就係佢係良性嘅瘤，不過咧佢咧就分泌一啲咧過多嘅呢一個荷爾蒙激素出嚟。咁視乎佢放乜嘢荷爾蒙素出嚟，影響個病人嘅療症啦。咁但係咧，絕大部分佢無論係放 adrenaline 過多啊、cortisone 過多啊，定係呢個腎臟調節劑過多啊，都會令到病人有同一個問題，就係高血壓。而且呢個高血壓咧，係無論食乜嘢藥咧，都係控制得唔好，除非咧你食啱對準激素過多嗰個荷爾蒙素嘅抗血壓藥先有用。咁呢個咧就通常咧呢一種咧我哋叫 functional 嘅tumor，通常都係良性嘅。第二類咧就真係咧佢唔放過多激素出嚟啦，純粹咧係一嚿嘢生出嚟慢慢大緊啦，呢種咧就通常咧有機會係腎上腺癌。咁零時當然啦，可以係由其他器官擴散嚟啦，最常擴散過去腎上腺形成腫瘤嘅咧就係肺癌。咁第三類咧就係佢既唔係癌，又唔放過多嘅激素，咁呢啲咧我哋就叫 incidentoloma， 呢個就係典型咧係照其他因為其他原因去照個電腦掃描 ，incidentally 意外地揾到一個影喺嗰個腎上腺度。咁呢啲咧我哋通常會建議個病人咧就係觀察，睇下究竟嗰粒嘢會唔會大，同埋嗰粒嘢係咪超過咗5 cm， 去決定大機會佢係唔係癌，去決定想唔想做手術。喺加拿大雖然有醫療保障，但係如果危疾係發生喺你身上嘅時候，一次性嘅龐大開支，亦都會對你屋企有好大影響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關於危疾保險嘅保障，即刻同我哋聯絡，一齊去保障你嘅未來。咁我想問下，如果真係發現咗腎上腺腫瘤嘅時候，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嘅咧？有冇藥食嘅？其實會就好視乎咧，究竟我頭先講嗰3類究竟係邊一類？如果咧佢真係腎上腺癌啦，包括咧譬如話個電腦掃描個影像上，哇原來嗰嚿嘢好大，或者咧而且對比以前咧係會變大嘅，而個樣咧其實咧就好奇怪嘅。咁你話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幫我確定究竟佢係咪癌喺做手術前咧？咁對唔住啦，腎上腺咧係冇辦法攞組織嘅，因為咧其實咧佢好後胸腹啦，第一，第二咧個血管多得好犀利，冇人會因為咁樣去抽組織，亦都抽唔到嘅。咁所以影像上，如果我哋覺得懷疑係大機會係癌嘅話咧，咁其實咧手術就最直接啦。咁好啦，至於如果係功能性嘅良性瘤，即係話佢會放過多激素出嚟，令到個病人有身體嘅異象啊、高血壓啊，其實我哋都係建議做手術嘅，因為咧確確實實做完嗰粒腎上腺瘤走咗之後咧，呢個病人咧可能個血壓完全去翻正常，係唔使食藥。
咁啊，第三個情況就係 incidentalomelanoma 啦，佢既唔放過多激素，又唔似係癌嘅咧，嗰啲咧其實咧就可以用觀察嘅模式，譬如話突然間 incidentally 揾到一粒1.5 cm 至2 cm 嘅瘤喺我左邊嘅腎上腺，咁又 lipid rich 嘅係 typical 好典型嘅一啲良性瘤嚟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就會建議個病人，你不如1年之後再翻照，睇下佢會唔會變大，先去決定究竟你想唔想做手術。如果唔係咧，對於呢啲瘤咧，其實個手術咧未必可以俾個病人帶嚟最多嘅益處咯。咁至於有冇藥食咧，就冇藥食可以令到個腎上腺瘤咧去消失嘅。咁其實我諗一般嚟講，如果可以唔做手術就最好啦。咁其實頭先我聽到阿丁醫生你咁講咧，即係譬如話最尾嗰種情況咧，就可以叫觀察期啦。咁譬如話，如果真係1年去觀察嘅時候，咁我哋要佢嗰個瘤本來大咗幾多，我哋先至係需要去考慮做手術呢樣嘢咧？會嗱，我哋咧亦都要知道咧，影像咧係有偏差，即係譬如話可能上一套影像 cut 嗰個位同今次個影像 cut 嗰個位咁啱爭咗少少，咁變相咧個 size 咧可能就會大咗0點幾。嗱，大咗0點幾呢啲咧，我又覺得咧其實冇傷大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見到咧，佢譬如話原本咧嗰粒嘢咧得1.5 cm，而家度出嚟已經成3 cm 啦，即係大咗成倍啦。咁呢啲咧我就會好建議咧係做手術，因為咧佢真係會有一個生長嘅過程。咁我哋咧認為咧，如果佢係良性嘅 incidentalomelanoma 係啲良性嘅瘤咧，佢就唔應該會大嘅。咁如果咧佢係會大嘅咧，我哋就冇辦法排除佢係咪癌，而最直接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做手術切佢出嚟咧，去印證佢係咪癌咯。明白。嗱，咁我喺個門外漢咁問你個問題啦。嗱，咁我哋譬如一般嚟講聽到有 CT scan 啦，或者係 MRI 啦。咁譬如我喺加拿大嚟講咧，我知道咧，我哋如果需要去做個 CT scan 咧，係好快脆嘅，好簡單嘅。但係如果話我需要做一個 MRI 磁力共振嘅時候咧，我哋喺呢邊排期都會需要好耐。咁其實譬如話，好似呢種咁嘅腎上腺腫瘤嘅時候，係用邊一種方法去照係會最準確嘅咧？會？一般嚟講咧，電腦掃描咧，佢照腎上腺咧已經係好足夠嘅。咁而家事實上咧，個 international guideline 咧都係 suggest 我哋用 CT 即係電腦掃描咧，已經可以幫我哋去肯定個粒嘢咧值唔值得做手術啦，喺邊一度，喺左定喺右啦咁樣樣。咁亦都係一個好切身嘅問題啦。如果譬如話 let's say 我真係發現咗有個腎上腺嘅腫瘤咁樣，如果我又喺加拿大呢邊又唔想等嘅，如果我哋翻嚟香港去揾一個私人嘅醫療機構去做呢樣嘢嘅時候，通常個手術嘅 procedure 會係點樣啦？要幾長啦？同埋個價錢亦都會點樣嘅？嗱，一般咧，如果個病人嚟到咧，咁好似譬如話你咁講，CT 已經照咗，知道咗原來有粒瘤啦，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，我哋要排除咗呢個病人咧，究竟呢一粒瘤咧有冇功能性？點解咁緊要咧？因為咧，我哋一定要咧去肯定咧呢個瘤咧，佢一係冇功能，冇放過多嘅一啲激素出嚟或者荷爾蒙出嚟。如果佢有嘅話咧，我哋要喺手術前咧，將個病人咧去調節好佢，去做手術，咁樣先會安全。咁所以咧，第一步見到啲病人咧，我哋首先咧就會幫佢抽血啦，會幫佢咧驗尿啦，去肯定呢個腎上腺瘤咧並冇功能性。如果有嘅話咧，我哋要喺手術前咧幫佢校好啲藥。咁當然啦，亦都好視乎究竟個結果如何。如果譬如話原來所有嘅結論我哋叫endocrine profile picture 嗰個 check up 係全部 normal 嘅正常嘅，冇任何過多嘅激素放出嚟嘅話，咁其實已經可以做手術啦。咁但係如果佢係有過多激素出嚟咧，我哋就要校藥啦，因為你要用藥去控制嗰個血壓，亦都要視乎究竟係邊一種過多嘅激素係究竟邊種激素啦。咁要控制嗰個血壓咧，其實成個過程可能要成2個禮拜至4個禮拜嘅，去調控嗰個血壓。咁好啦，做手術咧點樣做咧？一般咧，我哋而家都會係用微創做。左邊嘅呢一個腎上腺切除咧，就會有3個窿仔，右邊咧就需要4個窿仔。咁當然啦，亦都可以選擇咧係直接開刀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其實如果個病人冇做過手術、冇剖過腹嘅以前嘅話咧，點解唔揀微創咧？因為微創咧個創傷性相對細好多啦。OK，咁成個手術費大概咧，其實
講緊咧就15至20萬嘅。咁呢個咧就包括咗醫院嘅收費所咁成個療程咧就基本上住院咧2至3日冇問題咧，佢就可以出到院。咁如果咧恢復咧期咧大概1個禮拜度咧，基本上病人已經可以係好放心飛翻加拿大啊，或者咧去做翻正常回復翻咧佢術前嘅一個社區嘅正常生活啦。其實聽你咁講又即係幾有趣喎，因為聽你講話呢個腫瘤咧個位置又好隱蔽啦，又好多血管啦，但係亦都係可以用一個微創嘅手術嚟去解決。因為我初頭以為話要做一個好大嘅手術先至可以將呢個腫瘤去切除，原來唔係嘅。咁嗱，亦都問多一個問題啦。如果譬如話喺我哋檢查嗰陣時候係發現有呢個腫瘤嘅時候，我哋生活上面有啲咩習慣係可以即係將個腫瘤有機會變細咗佢啊？或者話我哋before有呢個腫瘤嘅時候，我哋平時嘅生活習慣有冇係可以避免到呢個腫瘤嘅發生嘅咧？其實原來腎上腺嘅瘤咧，就尤其 incidentoloma 咧就同呢一個基本上你嘅生活啊，你嘅健康狀態啊，或者同你做啲乜咧係完全冇關。佢係一個原發性嘅一個瘤，即係idiopathic，完全咧冇一個特定嘅原因。咁即係其實就天生啦，即係有就有，冇就冇啦，即係都唔係好關後天事嘅。OK， 係啦，明白晒。咁好啦，今日咧其實好多謝天能外科嘅丁江寧醫生嘅分享啦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想更加多嘅理解，可以喺下邊留言同我哋溝通嘅喎。如果你想行前多一步去保障你身體不適嘅時候，有更加多資源上面嘅選擇，我會建議你同我哋傾下有關喺加拿大危疾保險係點樣可以幫到你。喺呢個角落頭上面咧有個 QR code可以同我約個時間喎。咁我哋今日多謝丁醫生去講解，然後咧我哋下一次咧就會同丁醫生咧再講另外一種癌症嘅疾病㗎啦。今日多謝丁醫生，拜拜。